后来继续来看台中这件车祸发生伫一中上宽，是水利局外包厂商的一个员工啉酒驶车，正月要驶入去台中科技大学的时阵，这个车链先去弄到人行道甲这个大路的关架杆，摔落去，规台车压起来失控，弄到人行道一个过路人。这个过路人是台中科技大学的职员，因为行动无方便，未会闪开，互弄一个摔倒在地，差一点就互车链交过。银色生活车被正月要去台中科技大学，车链弄到人行道的路边起啊，规台车失控。一位中科大27岁姓廖的查甫职员行伫咧人行道，伊看到头前迄台生活车伫要弄过来，职员想要闪开，却因为行动不便无闪开，就安尼叫车弄着，规人摔倒在地，险叫交过。车祸就发生伫咧人真济的一中上宽台中科技大学的校校门仔口。车祸发生后，校校人员赶紧将受伤的职员送到病院。汽车驾驶的时候撞到那个角之后，就可能控制不佳之后撞到我们的廖姓同仁这样子。校校讲，当时姓廖的职员未去未早顿，所伫咧门口叫生活车弄，加在送到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。车祸所在对面就是派出所，警察嘛赶到现场处理，发现驶车驾驶是水利局外包厂商员工，佮涉嫌酒驾。驾驶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，介护就医后，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生活车驾驶的酒测达0.43，驶车上路佮弄到校校职员。师傅讲，这一位驾驶是水利局的外包厂商员工，虽然当时唔是做水利局的业务，不过啉酒驶车就是犯法，恐惊会影响未来和水利局的合作企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